我好多嘅圈中朋友咧都極力推薦我嚟韓秀美啦，同埋我咧上網咧都 research 過做過啲資料，佢哋嘅口碑啦，同埋佢哋做嘅眉形各樣嘢係好好啊，所以我特登上嚟試一試嘅。Fanny 的眉毛呢，它是有严重的高低，还有就是它的眉毛天生的毛发是非常好的，但是它的左边的眉毛呢，就是它天生就有一点下挂，所以说要提高一点，要剪掉它自己的眉毛，所以眉尾就会缺失。所以说它这种高低眉呢，是右边的眉毛要拉低一点，左边的眉毛要提高一点，才会平衡一点。其实眉毛是很好解决的，所以说加一些色度在中间的位置，还有一个加眉尾的位置就好了。我覺得你嘅眉師咧非常之專業啦，佢哋好好手勢啦。佢一睇到我唐眉咧，就覺得我係適合去整啲咩嘅眉型，咁俾咗好多嘅信心我啦。過程係非常之開心愉快啦，同埋係非常之快就已經整完啦。過程一啲都唔痛，所以大家可以放心。各位靚靚，如果大家咧都好似我咁想整靚唐眉，一定要嚟韓秀美。